今日佇永華藝術廳1樓，真濟退休社齡的議員前輩，受到議會邀請，轉來到後頭厝聚餐聯誼，除了聯絡感情，也互相交換意見。議會副秘書長林和松表示，在座的歷屆議員前輩，攏是推動市政甲議政的重要力量，為台南的發展奠定建設基礎。在座的議員呢，先進呢，都是偉大的市政推手，為台南的建設呢打下厚實的基礎。也因為有各位的前輩的帶領呢，讓現任議員呢更能踩着穩健的步伐，繼續呢為市民發聲。今天的餐敘不只是吃飯，更重要的是聯誼交流，還有分享近況。希望大家能夠享受，也希望這一頓飯能夠讓大家吃的心情更輕鬆，彼此更親近。但是歷屆議員協進會理事長沈明松表示，一年一度的聯誼餐會，就親像是大家庭的團圓。成員雖然真多，卻情誼深厚。歷屆議員前輩精誠義激，現年的議員活力十足，彼此交流近況，分享經驗，在輕鬆歡喜的氣氛當中，凝聚向心力。但是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